来看今年第25号风台天兔，继早起8点已经增强做中度风台。按算讲拜5、拜6，风台会通过台湾东部的海面，离台湾上近哦。上近今仔暗时到明仔载透早，气象署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明仔载暗时可能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到时阵，花莲、台东地区有恒春半岛的民众，就要特别注意会落大水雨。拜三早起，北部地区蒙蒙啊雨，受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，今仔这方面的雨水有减少。不过，第25号风台天兔目前是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咧行。气象署表示，对拜四暗头仔开始，天兔风台会渐渐挖近巴士海峡，华东地区甲恒春半岛的民众爱注意大水雨。所以它的环流会对台东、恒春半岛、花莲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。屏东地方也要稍微特别注意，因为台风的路径如果稍微比较偏西一点的话，屏东它的相对影响也就会比较大一些。整体的预估来看的话，在15号，花东、恒春半岛要特别注意，可能都会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。气象署强调，天兔风台行的路线对琉球海面一直到南山岛海面拢有可能，目前阁有真大的不确定性。详细路线要看到时阵高气压的强度，才会当判断。那另外在高压的部分的话，现在目前的预报资料来看，有些资料预报高压退得比较明显，因此它的路径会比较明显的往这边上来。但是有些资料它的高压相对还是比较强，高压如果盖得比较过来一点点的话，那它就不太顺利的往这边上来，那它的路径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来这边以后稍微被挡住以后，然后再往这边过来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另外，气象署也预估，天兔风台会伫拜5暗时8点来到台湾南方的海面，上紧会伫拜3半暝到拜4透早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提醒恒春半岛、华东地区的民众，接落来会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会有落大水雨的状况发生。沿海地区也要注意有较大的风影，上接近风台中心的华东、恒春半岛、兰屿、绿岛也要细腻，可能会有9到12级的强风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